大家好，今仔日是2022年7月30，欢迎大家来参加咱45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真欢喜，咱今仔日有邀请到住伫文库无的李占星老师要来讲古跳舞时代的大场赢。首先咱先邀请占星老师的学生襄阳来介绍伊。襄阳。我伫遮，讲要介绍老师，我小可歹势啦。毋过就是趁即个机会，甲老师说多谢。就是我是熟悉老师，是因为参加伊伫即个Atlanta 的即个台湾同乡会办的即个台语读写班，就是捌字的即个班，安尼来熟悉老师的。感谢老师带我入来即个台文的即个路啦。因为老师安尼，我较有自信，就是甲我的囡仔开始就是拢全台语甲因讲话，即摆因台语拢讲甲诚好安尼。续来阮就是做即个你讲过我来听即个 podcast 安尼。即边嘛感谢老师，因为我定乱改伊的歌啦，所以老师真正拢随在阮遮个就是少年的遐乱编安尼，所以我感觉老师的即个不哩讲就是心不哩大啦，就是互阮安尼乱创安尼，就感谢老师安尼。我感觉老师真正足会晓讲古，就是有一摆就是去文库的，就是去找老师算安尼。进前去文库的拢毋知影讲文库的啥物物件、啥物故事啊。迄摆甲老师去，真正听着足侪代志，就是讲即个物件是安怎来的，即个建筑是安怎来的，啥物物件。足侪代志老师真正老师佫行足紧的，阮拢用要对袂着安尼啦。老师足会晓讲古，就是讲遐个代志，敢若专业的，就是伊知影足侪代志讲足趣味的所以我感觉伊真正就是足适合来讲阮的即个就是台湾人一百个故事，阮的 podcast 安尼，嘿嘿，对。我佫有即阮续来就是。因为老师甲我牵绳啦，就是讲阮办一个即个台语的囡仔的夏令营，老师就是嘛，互我规个拖来，就是讲参加即个夏令营安尼。阮的夏令营就是伫西雅图即边，就是当地囡仔，就是阮平常真正就是教会即个有办一个即个囡仔的台语班，因即马就是来参加即个夏令营。无想到就是佫有足侪就是新的家庭。要来参加安尼，老师嘛，互我拖来，就是讲做一个指导的即个老师安尼，要教阮带3工安尼，都足欢喜感谢老师安尼，嘿。襄阳襄阳伊要伫8月19开始伫因遐西雅图举办3日的迄个囡仔台语夏令营，伊叫做海岸乐园啦。听伊讲有30个5岁到9岁的囡仔报名，参加的不止囡仔伊的爸母、伊的阿公阿嬷，佮占星老师拢会去参加我感觉因遮的少年爸母实在真有心啦真正确实是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逐日咱甲因鼓励咱会使伫下骹用即个电子手甲因鼓励拍扑刷落去，我着甲时间拢交互占星老师，请伊开始讲故。好，大家早早有诶所在是午安，有诶所在是晚安。即两年来我早起时拢爱6点就爱起床，下拜六诶时阵早起6点起床。洗者手面，食者物件，泡一杯咖啡，就赶紧走来电脑头前。要等7点有一个叫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节目伫遮会使听到世界某一个所在某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去发展分享因人生的经验、专业的知识遮学诚济阮即个温哥华有迄个日光节约时间所以下暝天的时阵
我就爱5点就爱起床啊。5点起床也是汗羞羞啦吼。哪会遮糜烂遮拼死上主要是讲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内面的节目真丰富啦。我是来遮取药材啦，来遮学功夫我要甲遮个物件摕去我即摆伫广告诶内面摕去用安尼。即2年伫遮学真济台语，嘛试者真济无冷诶冷水啦吼。我想讲即摆嘛有找一个机会吼，伫线顶分享我讲一个鼓互人听，表示讲即嘛是一个报答啦，报答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无即摆我就带大家来去古早时代大稻埕即摆大家来到150年，咸丰3年住伫艋舺有一阵讲泉州话的人，因分做2派，一派叫做顶高人，人数较济住在下高，这是叫东华人因地点较好安尼。为着即个码头的利益2派人冲突车拼两船最高就是31个人因在迄个31个人因搁去招这漳州人甲客人你食了你再跑。这个联合部队就来甲下高遮的人甲伊赶走，甲东华人赶走。东华人要走以前，紧甲伊因的信仰的中心叫做下海上皇甲伊抢出来走去一个白潮的稻埕，迄个所在叫做大稻埕，伫遐起一间下海上皇庙，就伫遮安心入面。这就是我拄仔讲迄个故事，就是咱历史讲的顶下高拼。迄个四大人对这是一个天欲去互赶出来所以真毋甘愿就是讲，搁再讲，搁再讲安尼。俗语讲咸丰衫讲到担，就是讲这样代志。这时咱要请一位嘛是东华人但是伊是住伫厦门伊叫做李春生李春生因的老爸伫做提督。14岁时阵甲因老爸斗骹手伫提督时熟悉一个叫做 Mr. Ellis。Mr. Ellis 看伊生做真古锥真乖巧，讲无你来我的厝做我的杂车工好无安尼。伊就去遐食头路啦。15岁时含因的提督的老爸加入去迄个长老教会，厦门的长老教会。受洗做一个基督徒17岁时阵，因迄个 Mr. Ellis 所以送伊去香港学1年的迄英文。伫学英文的中间伊发觉讲即个寒天要往来迄个批信迄个公报拢写迄个足歹读的迄个文言文安尼。伊就想讲后摆伊也要出大身就爱学即个足歹读的文言文，伊相信写一个安尼足简单的文言文互迄个寒天会更较重视的。20岁的时阵李春生迄个 Mr. Ellis 就讲叫伊无你来我的迄个洋行的上班1年后，伊发现讲即个囡仔应该去更较大的舞台才有出头，就甲伊送去一个叫和记洋行安尼。伫遐伊做买办，就是去福建的山顶去收迄个半成品的地米交落来，互即个安徽人这地销去世界25岁时阵伊落地就爸有钱就开始要家己做生意开一间叫做四达商行乡村真拄好佮去撞着这个太平天国这太平天国这个兵入来到厦门就开始抢劫，开始杀人。这个
迄个头家啊 ，Mr. Ellis 讲哦，无哦，你当毋好，你紧走去台湾美安尼，先煞替我收酒脑，啊，佮介绍伊好朋友叫做 Mr. John Dodd， 啊，伊甲 Mr. John Dodd 去台北附近的郡口收买酒脑时，发现讲台湾嘛有迄个原生种，迄个天生的地树啊。啊，这地叶啊，佫看叫真饱满，啊，甲摕起来煲先，佫有一个芳气，满一个涂骹，涂骹佫是即个土佫湿湿啊，真适合种茶米。伊就甲 Mr. 蒋倒着两个安尼参详无来咧做茶的生意安尼。啊，蒋倒就去上海甲汇丰银行借钱啊，啊，怎去安溪啊买即个地栽，啊，甲迄个请安溪的师傅啊。来甲大稻埕，啊，着鼓励啊农民啊来买伊的地栽，啊去种安尼。啊，农民讲伊无钱，伊要种无要紧，你先去种，听下有收成啊，才害我安尼。爱讲利息，讲利息免安尼。啊，袂晓种，我有安家师傅去甲你指导啊。啊，所以台北近郊就开始种地。第一摆收成以后，嘛是半产品吼，山顶的半成品。啊，交落来迄款大稻埕安家师傅啊，做一个茶米安尼，啊，着外销。啊，有两只船啊，啊，迄个从岛着亚船啊，从经过拄拄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去到美国的纽约。纽约的地商啊，啉到即个茶汤啊，以后大声欢喜讲 ：“What a beautiful Formosa oolong tea！” 福摩斯乌龙茶就伫纽约出名起来呢。啊，大家地商啊，拢一直拜托后期阵的货啊，通会使卖互因也无安尼。啊，甲一担30块的美金啊，啊，小抢的结果差悬甲60块一担的美金。哇 ，Mr. 蒋太就真欢喜，转来甲大稻埕，就甲这个好消息讲，哦，李春生知。李春生就扩大迄个经营啊，啊，就伫即个七岛、基隆啊，个较我宜兰迄叫做平南新店啊，大家甲啊个石碇啊，啊个有来屈笑，啊个大溪坎，大溪坎就即摆大溪啦，大溪，啊个土仔园遐种地啊。大家啊，因为李春生是基督徒啊，伊无要白色地龙，所以大家收入袂歹，拢真欢喜啦。啊，李春生佫去桃仔园甲德参，德参就是咱即卖新德吼，收客人装做的茶米吼，迄半青色的茶米，嘛是互蒋督亚船啊去即个英国的伦敦。啊，英国女王啊，啉到即个茶哪会遮香？啊，看到一心二叶茶米啊，伫茶喉啊顶头浮者点者，浮者点者，啊，这就敢若美人伫烧水共款，就改叫做 Oriental Beauty。啊，这 Oriental Beauty 啊，就伫迄款咧伦敦就出名起来，足侪地商啊。拢走啊，走起来台哦，走去台北的大稻埕，要买Formosa乌龙茶，甲Formosa Oriental Beauty， 啊，甲即个啊，即个 Oriental Beauty 啊，介绍一直炒到我有碰风的介绍啦，真悬的介绍啊，所以客人甲号做叫做碰风茶啊，啊，这有够碰风的，啊，都无价值遐济呐，安尼卖甲遐贵啊。这个 The Merry Leaf 会当带来幸福的树叶啊，祝福叫17万的平民百姓，啊，大家拢趁钱趁甲笑嗨嗨啊！内面特别爱讲的就是，迄当阵的负责人啊，无机会趁到钱啊，啊，伊每工啊拢装水水啊，啊，怎去即个、迄个大稻埕遐有一个叫六关啊街，什么叫六关啊街？六关啊街就是李春生甲迄个邦桥的
林本源上好啊，两个合作，伫建昌街甲千秋街起即个两排啊，迄个洋楼啊，因为即个我干钱啊，惊淹水，所以讲伊甲楼仔厝起悬起来，所以要去地厂的时，你都要爬几落层楼梯才会使爬去你顶头，有一个顶仔卡，在地上啊，即个查人啊，拢伫顶仔卡遐耕地啊。伊哪耕地啊，哪欢喜，哪开工啊！因为安尼收工的时阵啊，落地啊拢会得着即个钱啊，会使去买胭脂水粉，买四手啊，会使友好是大人，还是请用因的事势，大家拢足欢喜啊！这 Mary Live 吼，带了着台湾出口金额60%以上，甲 Formosa 这个名传播去世界，嘛造成大条条的经济真繁荣啊！咱怎为着要出口方便啊，迄个老兵团啊，伫北门啊，起一条铁路，去到迄个基隆。大部分的钱啊，拢是李春生甲邦桥林本源家庭啊出钱的。迄当阵啊，迄个老兵团啊，感觉讲南部啊，已经毋是胜利的中心啊，爱向北部去，所以就伫台北啊，要设即个巡抚衙门，要设咧台北城。即个建城的费用嘛是李春生啊，甲迄个邦桥林本源上好出钱的。向怎李春生已经好野人，伊向怎有1000万箍的财产啊？但是邦桥的林本源搁较济，有1亿2000万箍的财富啊！所以即个城，台北城大部分的钱啊，拢是林本源摕出来起啊！起完以后，林本源的家属讲我对阮邦桥来到台北城时，都爱搁设一年，安尼哪会使安尼？所以伫因到地所在啊，搁另外起一个城门叫做小南门。所以真趣味，人别人城门是4个，咱台北城是5个城门。伫1895年，清国甲日本战争，清国战败，甲台湾永远的挂让互日本。理由是讲，台湾是一个男无情、女无爱、鸟不语、花不香的所在。就甲台湾人放杀去啊！台湾人足生气，讲咱安尼去互人放杀去，无咱家己成立一个国家安尼，就成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安尼。请最后的巡抚叫做唐景祥来做迄个大总统安尼。大家也拢摕黄金互即个唐景祥叫摕迄个钱去买武器，通好甲日本输赢。日本的元帅叫做华山主义，使着即个舰队对宜兰的澳底登陆。当日本登陆的时阵唐景祥听到即个，听到讲日本人已经来的时，伊就化妆做阿婆怎坐篷船怎伫河尾港怎旋转去长山，河尾港就咱即马的淡水港。所以阿婆浪港就是对遮来了。伊留落来吼，郭海洋讲广东话兵无钱通用，无物件通好食，就伫台北城甲大条条开始抢劫，造成社会的不动乱李春生甲林本源甲一寡牛人，大家就参详。无就李春生会晓讲英文就是请即个美国的记者，甲一个德国的生意人，甲一个法国的生意人，因3个人要去日本人已经到基隆的大本营，要拜托华山主义将军紧派兵入来平乱安尼。因3个西洋人讲我都毋知路草安尼。迄当阵伫大稻埕有一个开柑仔店的头家陆港人，
伊叫做高显英啊。伊讲我知，我定来去遐挂货，我带恁去啊。就高显英带这3个人啊，去甲日本大本营，啊，就由高显英带500名先遣部队啊，从对已经拍开门的放门城，从入城，啊，遐广东边啊，听到日本人哦，拢走到利库骹去啊，走到碰景去。日本人入城以后，就甲城围啊拢拆移散，就剩2个城，叫做北门城甲南门城。是安怎变啊拆？因为日本人去西方啊，去研究因的建设，因的都市袂使围城，围城起来先交通都拢袂通啊啦。啊，日本人就是甲即个城内遮变做因的社区啊，伫遮去总督府，去台北宾馆，去即个赤十字会，啊个去即个传媒局，去台北病院，去博物馆，啊嘛去一间商店街啊。商店街内面啊，有一个咱台湾第一个百货公司，叫做菊园礼拍道。咱台湾人上爱去迄个礼拍道，啊去坐迄个流龙啊，迄流龙啊门安尼铁门啊，嚓安尼拍开啊，坐入去流龙内面啊，砰砰砰砰砰，砰去咧到3楼诶，落流龙以后爬去咧顶头诶米兰达时，看到观音山，哇，有够悬诶，实在心内会真惊，哪会遮悬安尼？所以佫坐即个流龙，砰砰砰砰落来到下骹安尼。拢免行楼梯啊，无够深色诶啦！啊，迄个日本人啊，就甲迄个北门迄个车头啊，刷来甲菊园百货公司附近遐起一个叫台北夜台北车头，啊，就甲老兵团起诶迄条道路、迄铁路啊，拢拆散。哪会要甲拆散？因为迄铁路伤下啦。伤下啊，有当时会变车啦，啊，佮伊个火车嘣嘣嘣嘣嘣到伫要转弯的时阵啊，伊会停落来，停落小可较慢者以后先啊，煞要佮起步，煞无才调起步，人客就来落来下骹倒刹火车，刹去伫较平坦的所在，火车就嘣嘣嘣嘣正乌烟啊，去甲家人。啊，迄个日本人啊，伫即个台北夜对面啊，起一间啊世界级的旅社，叫做台北铁道饭店。这是足贵的旅社，足豪华的旅社。迄当阵咱台湾女子上悬的学历叫台北女子高等学院啊，大部分拢是日本人读的贵族学校。迄个伫遮举行毕业典礼，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叫做杨千豪，代表全体的毕业生伫台顶安尼致辞安尼，哇，无简单啊！吼，这是咱台湾人的光荣啊！大家有机会甲我起个赞者好，咱甲杨千豪小姐甲伊起个赞者。杨千豪毕业以后，成做台湾第一个女记者，伊是新时代新女性。伊捌出一本伫日本发行一本册，叫做《花开时节》啊，真出名。甲伊70岁时阵啊，还阁有法度，来伫款迄个写一篇伊的自传啦，叫做《人生的三棱镜》。啊，这日本人拢住伫即个城内即个社区，啊，咱台湾人就住伫哪艋舺大龙凤大稻埕，大稻埕，真闹热，上闹热啦！日本人啊，伫港墘啊，淡水河港墘啊，起一个新的路啊，向即个东行去到双连车头，方便即个火车甲码头的客运安尼流通。伊甲即条路叫做朝阳路，就是咱即摆民生西路。啊，朝阳路伊伫条路就是即个六关啊街，搁较头前遮嘛，甲创一条路。啊，伫朝阳路向南看的时，
往北边去看，迄个所在叫做南街啦。南街吼，就是咱诚出名叫下海上皇庙，就是伫即个南街啊。内面遐有一个足大的布庄，叫做迄个嘛有人叫布市啊啦吼。啊，这去还未生意的时代，大家也拢爱咱迄个庄头的人啊，都爱去台北的迄款迄个大稻埕的布庄去挂布转来咱的庄头，啊，咱再去遐去布店去加一块布，摕去裁缝店替咱做安尼。啊，所以啊，这个布庄啊生意真好，啊，伊嘛佫进口迄个外口的阮外国的材料安尼，哇！啊，你布庄啊生意做真大，伊嘛有做这个钱家啊生意。什么叫钱家生意？就是借人钱啊，趁这利息的生意啊。啊，伫即个南街啊，还佫一个出名，就是迄个汉药房、汉药材迄款批发嘛。但人相信讲啊，食即个药头啊，转起来迄个药水啊，可口良药，啉落以后，隔顿工病就好去啊。伊即个朝阳街啊，向北啊，我大桥头遐，迄叫做北街吼。北街主要就是卖一寡迄款迄个柑仔店货、南北货啊，较大利的货啦吼。嘛是台湾全省拢爱来遮挂，啊，个生意嘛真好。伫遐有一个西洋楼啊，迄是阮迄个辜显荣因兜的人住的。自从辜显荣带日本人入城以后，第4任的总督叫做二玉源太郎啊，收拾伊的台湾盐的总经销。你要食盐，就爱去甲辜显荣买啊。辜显荣嘛，佫去做即个上脑的开采，啊，佫做即个开即个甘蔗的糖厂，啊，佫做鸦片的经销商，变做大好野人。即个洋楼的下骹，伫卖盐，大家拢爱去遐挂盐来食。啊，即个嘛，甲即个大楼叫做盐馆啊。啊，咱拄仔讲淡水河，搁刷去六管仔街，搁来就是南北街，搁去啊，叫做太平町。太平有一条大通啊，叫做太平通。太平通啊，金仔店真济。像怎等人啊欠钱的时阵啊，就去买一块金角，啊4、5块金角的时阵，就去换一个2两半的金条。搁欠钱的时阵啊，去换一个5两的金条。啊，咱拢甲伊叫做菜脯。哎呀，咱厝啊要翻厝，也是要抬地公请人过，啊厝嫁出的时阵啊，摕即条菜脯啊，去金仔店会使换现金，也是换金手锁、金破链啊。俗语里讲，抬地公无相请，嫁查某囝行大饼。查甫的啊，也要去甲查某提亲的时阵啊。查某的因老爸讲，阮查某囝饲甲遮大，上无嘛爱食你200也要大饼呢。要做大饼，就爱去太平通去饼店去做大饼。啊，我拄仔讲太地公无相请，嫁查某囝行大饼是什么意思？咱台湾的例啊，就是讲人啊太地公。咱去食地公肉、食倒啊，咱毋是免包红包的。但是即个主人啊，因4、5个生4、5个查某囝，过毋歹啊，即个要嫁的时阵啊，拢行大饼来啦。啊，行大饼，咱爱甲伊添庄啊，添庄就爱包红包去啊。啊，就是讲好工的拢无叫啦，爱钱拢一直来啊。这俗语也真趣味，会使反映当时的生活状态，啊嘛会使探讨人性。有的人较自私，搁要共骗；啊，有的当生，连这红包都无要包。太平庄内面还佫有一个叫第1剧场，啊，这是演技第行的头家叫做陈天来，伊嘛是这地工会会长，啊，伊直接起一个剧场。
局长真新，真现代，会使哪食物件，哪食正餐，阁哪看戏剧安尼。上欢喜的就是讲啊，天棚顶头吊足加支电风的，风也吹来哦，有够凉的啦。迄个大场顶的福建人真济啊，大家就想要来享受啊。迄当阵啊，有一种产品叫做机亭啊。机亭就是你的亭仔骹载一支机啊，就是讲我内面啊有日本啊乐团伫唱歌跳舞，佫有些食物，这高级的享受啊。第一间的机亭就是叫做丹桂坊啊。丹桂坊是伫上皇庙的后壁，甲圆环的中央遐呢，生意真好。内面有一个股东叫做江山兄，伊看这生意会做，从伫太平东第一剧场的对面啊，起一间5、6楼的大楼，独立的大楼叫做江山楼。江山楼是当时的台湾啊上高级的交陪的场所。日本招呼天皇啊做太子的时阵啊，捌来遮招待人客啊。所以可见讲，即间也是足高级的。咱台语有伫讲爬江山楼，听日本啊乐团唱曲，食台湾料理，是人生的享受啊。另外一间叫做春风得意楼，这个就是咱台湾的国父啊，蒋渭水开的啦。蒋渭水是阮宜兰人，做医生啊。真无用，伊佫替这个林茂生教授啊，佫斗帮忙迄个民报的发行。伊佫伫隔壁开一间册店，佫参加民主运动，定来叫日本人掠去看，佫有才调，佫开这个艺大间啊，实在伊是千手观音啦，逐项拢会啦。伊也讲要去吼，有一个所在吼，就是会使啉酒的所在，边仔坐一个小食，你会使闻到伊的胭脂水粉的粉味的，佫会使甲牵者手的所在，这叫做酒家。大场厅有迄个万里红，有迄个翠华楼，有东风果，有五月花。内面特别要插话啊，讲这个万里红啊，中国国民党政府入来时啊，看到万里红这是红，我要惊死，因为啊，红军啊，就是这个共产党军啊，中国国民党就是个共产党赶出来，所以看来伊是红真紧张啊，叫万里红爱改名。万里红的英文啊，英文名改名叫做 All Beauty。内面的查某拢真水啦，台语名叫做乌美人。咱遮要特别爱讲有一间餐厅，这是足重要一个餐厅，台湾文化发源地叫做山水亭。山水亭开喺倒？开喺无礼路西餐厅的斜对面，伊是伫太平堂内面啊。山水亭的头家王正全啊。伊即个高中上职毕业以后先啊，去日本的铃木商店食头路食2年以后，拄好伊一个朋友开这威特咖啡厅，请王正全甲伊一个师兄伫个撩水来伫上班安尼。咱台湾人去啉到这乌苦苦的物件，讲哪会遮苦遮歹食呢？迄叫做咖啡啊！台湾人都毋捌食过咖啡，大家讲迄间的物件有够歹食，生意真歹。所以这头家讲安尼袂使，就改做粉味的，有查某陪酒的味特酒家咧，生意就好起来。生意好起来时，头家就紧甲王正全讲吼，即马生意真好，你都毋好走哦，我互你做总经理啦。去甲做出白色的西装白色的西装白色的裤白色的皮鞋。王正全甲伊契约3年，就是伫手乳甲人客中间踅来踅去伊也无爱即个风花雪月，迄个
迄个虚情假意的生活，所以3年到伊就离开，就伫无咧路餐厅的斜对面啊，开一个叫山水亭。伊要去日本考察啦，因为日本的物件较幼路、较细分，会使变做7度2、3行合起来安尼。啊，佮人诶日本诶服务态度真好，啊，佮迄个装潢嘛袂歹啊，所以伊诶山水亭啊，就是照即个方式落去安尼，严格规定讲食品诶品质甲服务诶态度安尼。啊，伊要行即个中级诶路线，所以生意真好。即伊诶对面迄个无咧路餐厅、西餐厅，迄个撩水来吼。来甲伊讲我即个咖啡受苦，即台湾人拢无爱啉安尼。啊，有种传讲无我即张即个录音器送你啊。录音器就是华语讲的留声机啊，手架安尼，78转安尼。啊，我嘛有一寡收集一寡古典音乐啊，啊，你摕去安尼录音机顶头放落去先，就走出来古典音乐安尼，你安尼落去生意就会好。果然不错，迄阵阵啊，1934年啊，真侪人都会晓欣赏古典音乐啊，啊，逐个啊，都去无咧路遐听即个古典音乐，啊，生意怎做一个好个？即间餐厅到即阵啊，80几年啊，还佫伫开，迄阵阵啊，也无王晶传啊，送伊迄录音器，可能都无法度。杀迄个无咧路就无法度开，无咧路上出名就是对看就是咱讲的相亲啦吼，相亲。迄阵阵啊，你也伫无咧路内面看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两个足避暑的，啊，隔壁一个人一直讲话，迄个就叫媒人。啊，遮一位，遐一位，遐一位，啊，伫无咧路即个对看是足出名的，啊，听讲成功率真悬啦。啊，即个咱佫转来即个山水亭，山水亭即个头家王景全啊，伊真爱戏剧啊，有爱音乐，啊有爱艺术，啊有文学。伊定啊请即个台湾的文人啊，去因的半楼啊顶头啊，伫遐聚会啊，互伊接受伊的招待。啊，逐个伫遐啊，就安尼找一个所在，通透者开因的日本时代殖民啊，殖民的政策啊，互大家真郁闷，而且有一个透办的所在，啊，佫有通创意，佫有一个新的观念安尼。啊，即个文人啊，有当时啊经济无好，王景全嘛摕钱帮赞因，鼓励因创业创作啦吼。啊，佫有当时啊，迄个台湾的囡仔要去日本读册，船帮付无着，一等就要等1、20天，才食清，才食的问题啊。王景全拢叫伊来食，无要甲摕钱啊。有当时学生囡仔讲，王先生，我注册钱无够钱啊。王景全嘛提回，伊是台湾文化的奉献者。啊，即马咱搁来讲另外一个戏叫做《永乐座》，即嘛是即个这个公会会长啊，迄个丹田来起的啊。永乐座啊，伫日本皇民化时代搬一出戏叫做《严家》。严家就是即个张文宽作家伊的长篇小说。啊，尤其对日本啊，转来一个戏剧家叫做林传秋。啊，伊家啊改编做剧本，啊，佮林传秋伊嘛做导演。啊，请一个咱台湾真缘投的作家叫卢赫玉啊，做即个艺术总监。啊，佮请即个咱的台湾的音乐之父的合唱团之父，迄个叫卢传生做音乐指导。啊，佮一个真出名叫杨三郎画家做布景的设计。杨三郎因后爸嘛是菊花的大师级的，因两地人拢真爱画图。啊，即个伊伫排演的时阵啊，差不多30天的排演，40几个人的食，拢是王景全免费提供的。
因夫人啊会晓车衫，嘛去阮迄个大场顶布市啊去剪布车迄个戏服啊，互迄个演员穿。因两个实在是有影真伟大的人啦，叫做三水亭。5月13即个严家啊，即出啊，就是讲啥？讲一个迄个汉药店的头家，甲谢文人的头家啊，叫做亲家，因第二代啊，叫做翁某，都去投资迄个房地产，结果失败，失败都迄个生意拢无去啊，翁某嘛冤家安怎买手？大家搁奋发，安尼搁拍拼，一个故事。即款题材就是咱人的生活题材，生理真好。另外伫迄个第一剧场啊，有电风通吹这啊，伫日本来一个真出名的戏剧直接搬，但是无人去看。即个无电风的，即间影乐座啊，生意差，足侪人去看。咧搬到一半时啊，陆川生会爬起来台点啊。指挥即个演员唱，丢东啊，六个泉水，一只鸟好啾啾。即个台卡个足嘛对唱，大家拢唱甲足欢喜的。因为迄当阵啊，方面化时代啊，演员阁会使讲日本话啊，但是无规定唱歌要唱啥啊，倒一国的歌啊，所以大家拢听甲咧足欢喜啊，足欢喜啊。本来要演27天啊，即个严家啊，甲搬到第6天忽然间失电去啊！即个搬戏的要煞，看戏的毋愿煞，看戏的都摕手电啊，照着这舞台，叫伊继续搁搬落安尼，嘛甲搬完啊！日本当局啊，发现讲哇，即个台湾意识的戏剧啊，哪会遐尼强啊呢？所以第6天啊，都甲伊禁演啊，袂使搁搬。到今仔日啦，80几年，我伫讲严家即出戏啊，别个所在嘛有人伫讲啊。所以讲啊，即个文化艺术的力量是真大诶，吼，甚至会超过金钱的力量。5月13是下海上皇的生日啊，大场顶的好野人拢想讲是即个下海上皇甲伊致意，所以伫生日的时阵，拢伫这下海上皇庙的对面啊，搭一个戏棚啊，搬歌仔戏互上皇爷看。有当时30天，有当时爱搬60天才搬哦，有当时经期较好时90天才轮班才轮得着。所以这戏棚下骹有一间面店啊，老先生开的啦，老太太有心啊，一个囡仔伫报倒来啊，都是听歌仔戏大汉的。顺月时阵啊，囡仔生出来先甲叫做老清香。清香啊，7岁时就法度甲老爸斗洗碗，伊若洗碗，目睭就看去戏棚顶。伊上爱看小生安尼飘撇烟头的扮头啦，佫去小段行路扭者扭的咖啡树路。咱台语有讲小生小段免小满，咖啡先搭出来看。原来啊，小生小段出场的时阵啊，这个办事是无共的啦。13岁时啊，迄个清香啊，就讲伊要去学戏安尼。伊听歌仔戏啊，已经听13年啊啦。严格来讲，还佫加1年，不倒来迄年啊，就14年。迄个小生啊，手顶头句下骹遐句，伊拢甲接落去啦。人怎伊要去学戏，咱俗语有去讲，爸母无写诗，送囝去学戏。爸母无写诗，讲爸母真可怜啦，因的厝啊偷喙济啦，逐个食袂饱。有一个出去外口啊，趁钱时阵啊，咱逐个日子就较好过，食较会饱俗快安尼。清香啊，迄个去学戏啊，嘛真辛苦。
除了练武功以外，你都爱甲人斗带囡仔、斗洗衫、斗煮饭，互人食呢。搁暗时爱困咧戏棚顶，明仔载天光啊，都爱搁去另外一个大钓钓、网架、什么新庄安尼四过去安尼，是艰苦人早去的所在。但是咱青乡毋是，伊是趣味的，伊有趣味，伊听歌已经听14年啊啦。所以啊，伊啊，就去甲阮迄个戏班的内面啊，去学戏啊。15岁，2年后15岁啊，伊就变做东家的小生啦。真侪戏人啊，对伊四过去看伊的戏。什么叫做戏人？戏人就是小生小段搬戏出的时阵啊，爱新的阮戏服啊，且对戏剧有趣味的人，就集资啊，替伊做一出新的戏服。戏服做完，放在人仔内面，怎但叫小生小段通去穿啊咧。也就咱甲讲戏迷，就痴迷戏剧的人，戏迷英文叫做 fans 安尼，华语甲叫做粉丝安尼。即个迄当阵啊，另外有一个戏班叫做小凤凰啊，小凤戏班讲青乡啊，你紧来阮遮，阮遮吼，除了搬以外，阮嘛会使去日本冠客搬，实在去日本佚佗安尼。原来啊，台湾有一间叫日本拓音器公司，拓音器咱知无？就是用手架迄个放歌戏曲盘甲放落去啊。歌戏歌就是对这拓音器内面怎飞出来，有够好听的啦。歌戏是咱样怎台湾人主要的娱乐啦。青乡啊，嘛去日本灌曲。样阵啊，灌曲盘无剪接的技术，所以讲啊，即个录了无爱搁录安尼。所以录音师会走出来甲青乡讲，青乡你这变调变啊毋对哦，吼，声调也好势哦，吼，搁导音，搁说你注意哦，即个拗句啊，就是韵好势啊。青乡伫遐常唱，嘛学了一手的功夫啊，青乡就变做这个歌戏界上出名的款歌戏曲盘的名称啦。在1938年，伫上海有一间电影公司啊，叫做联华影业公司，早一块电影叫做《桃花吸血记》，要到永乐做伴。这是一支默片啊，默片就是无声音的啦，黑白安尼。你看即个人，连伊出节出来，连伊去唱啦，是伫搬衫的，爱有一个叫做辨识啊，伫咱看袂到的所在讲剧情互咱听咧。辨识要增加伊个效果啊，音乐的效果，会请3、4个乐手伫遮安尼制作音响。有当时分一条歌互恁听咧。这辨识嘛会晓念4句联啦，对这剧情念这4句联互阮听。伫太平东遐有一个叫做大光明戏院内面有一个辨识足出名，叫做江天马。江天马口才真好靠迄支嘴食饭趁真侪钱。伊有当时嘛会伫即个。伫阮讲笑话，搁唱一个歌互听，大家去大光明毋是要听，毋是要看电影，是要听电影。迄个江天马真有钱伫太平东边遐，迄个法主公的对面的2楼开一间叫天马茶房，伫遐卖一个茶，卖一个咖啡安尼卖一个小食。伫伊的壁内面吊一寡即个西洋的画、油画、水彩画、加彩画，迄拢是石川金美龙老师教出来学生。因诶学生已经有达到即个世界水准拢壁遐，你哪食即个可咖啡你著看到即幅图哪会遮水你会使甲买起来，摕转去厝内大。
伫台湾还无画廊的时代啊，这个天马地房是对艺术家来讲是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啊。天马地行的下骹顶下骹有一个查某人叫做林江迈啊，第一关迄个国民党来的时阵啊，伊伫卖一种叫做枣薯粉啊。啊，伊哪会要卖枣薯粉？因为啊，中国国民党政府入来以后时阵啊，甲即个粉啊，迄个佫爱打一张碎条，啊，迄个碎条有够贵的啦。啊，即包粉啊，逐个拢食袂起啊。啊，有人就伫外国进口即个无碎条的粉啊，叫做白白的。啊，人就来讲，伊有白白啊无安尼吼。林江迈在下骹摕一包回，就敢若咱古早伫买即东华杂志共款啊。迄当阵啊，公卖局在咧，我要收重税，啊，恁拢袂纳，啊，就成立做集书队啊，啊，这集书队啊，就出来掠，看到林江迈伫卖即个白白啊，啊，就咧甲伊掠个，啊，就迄个拢甲伊没收啦，要早转去因个办事处安尼。啊，林江迈啊，都甲伊大队骂讲，这是我永暗的饭顿啊，拜托，莫甲我提去安尼。啊，即两个外省的都甲伊踢走安尼。啊，隔壁少年看袂做，都甲外省的拍安尼。啊，因身躯有早穿啊，就砰一下啊，杀死人啊！哦，啊，这外省的嘛足紧张的，阮者放个紧走去因的办事处安尼。啊，后壁人去对安尼，无效。所以过阵讲3月初1啊，大家讲无来去迄个总部，公卖局总部，就是伫东门迄个所在啊。去到总部的时阵啊，总部顶头啊，迄个公卖局的总部顶头有2支机关枪伫嘶吼啊。这台湾人到地时就机关枪扫射安尼。所以228大屠杀其实是对3月初1才开始的。好，咱即摆佫转来即个桃花揭揭记，桃花揭揭记啊，即个头家啊，伊就叫即个会晓讲四句联啊，即个占天马，甲伊做即个主题曲啊，先做一个迄个词啦吼，爱甲四句联啊做一拍，拢总分做12拍，甲遐剧情啊，拢写伫即个四句联啊内面啊。啊，请伊好朋友叫做强学现西角队的指挥啊，迄叫做王芬芳替作曲。啊，叫一个伫歌艺界足出名叫做刘清芳来唱即条歌。啊，迄阵啊，迄个电影公司的头家讲，清芳啊，你吼，你刘清芳歌艺界，你用刘清芳无要紧，你来唱这流行歌，无你改名叫做顺顺好无安尼啊？啊，顺顺就带即个乐队啊，伫即个南街、北街、中街、太平中啊，伫路边唱歌，互人听，吸引观众入去影乐座啊，欣赏这桃花吸血记啊。桃花吸血记是讲一个村姑甲一个大学生啊，自由恋爱的故事。我爱你，你爱我，啊，两个手牵手去佚佗啊。甲迄当阵啊，大潮亭自由的风气，无爱父母主义的婚姻，家己要自由恋爱，这个开口拄好会下，所以青年男女啊，拢会走去看。啊，是怎？迄个清香伫遐随片电台啊，嘛伫遐唱歌互听。哦，啊，即条歌就缀着《桃花吸血记》啊，嘛出名起来。即时咱来讲，日本有一个足出名的哥伦比亚拓音器会社，拓音拓音会社伫台湾嘛有设文字，嘛有伫卖拓音器，啊，嘛有伫管流行管即个歌艺的曲盘。啊，伊这生意做诚大，所以讲啊，伊要甲即个哥伦比亚曲盘业务啊，甲迄商标权卖出去啊，去互日本拓音器会社甲伊买起来，啊，迄就是清香的头家啦。啊，清香啊，伊嘛是用即个哥伦比亚的名，所以哥伦比亚听着讲，即个台湾大潮亭，即个桃花吸血记生意遐尼好安尼，啊，做是做伙。就叫清香啊，叫顺顺，即摆改名叫顺顺，甲乐队啊，去迄个日本啊，管流行歌啊曲盘，管完摕转来台湾卖。
迄当阵啊，一般曲盘销售量是什么5000地，啊有当较好7000地啊，一地差不多卖50仙还是70仙安尼。啊，这土迄吸血机迄地竟然卖到6万几地啊！啊，一地啊，夭寿啊贵啊，共卖做1箍啦，1箍以即卖物价指数来讲，就差不多是美金150箍。你甲想看，要听一块曲盘爱150箍，这是足贵的享受啊！就可见讲大稻埕大概经济面袂歹。佮第二点是，台湾是海洋的民族，较有法度接受外来文化。佮另外上重要啊，讲台湾人啊，有迄个结合甲咱的阮迄个 DNA 的血统啊，原住民的血统啊，钱开落去才佫讲。啊，即个哥伦比亚公司看到土迄吸血机的生意遮好，啊，就赶紧甲顺啊，甲签约起来，变做专属歌星。啊，佫请一个爱啊，嘛是专属歌星。安怎去请一个叫做陈君玉作家？迄陈君玉啊，真晓写文章，啊，伊嘛真晓经营啊。陈君玉啊，去即个日新国民大学啊，就是伫医院边啊，日新国民大学的音乐老师啊，迄个。丁武贤啊，甲伊请来食呢。丁武贤是客人啊，因老爸伫3岁时，因老爸伫艋舺教册，伊就是艋舺大汉的。要去读师范的，师范读完的时，有去日本读2年的演歌的作曲，演歌就是迄款日本的流行歌啊，真有实力啦。啊，佫请咱拄仔讲土迄吸血机。迄个强乐县的阮西乐队的指挥叫王云峰，啊，佫一个苏童啊，即个作词方面啊，请这真后吟诗作对的李仁秋，伊是永乐组迄代遐人，啊，佫一个周天王，周天王是迄款艋舺北皮寮遐人啊，啊，佫有一寡人。拢总差不多有将近20人啊，规模真大啦。啊，即个陈君玉啊，果然有实力。伊啊第叫做跳舞时代，跳舞时代是由作词的，叫做丁武贤替伊作曲的。跳舞时代就是讲，迄当阵啊，男女授受不亲啊，啊，竟然有法度斗阵跳舞。哎，最上流行的舞步叫陀螺陀。陀螺陀就查甫排一排，查某在一排，连伊伫牵手，连伊分开，连伊相揽安尼。哇！这个新时代来临了，啊，少年家嘛真爱听这条歌，这条嘛是轰动。啊，这个陈君玉啊，真介意这个顺啊，但是少年家啦唔敢讲，爱你在心啊，扣人开安尼。啊，这啊就是。法度安尼，啊，即个顺嘛知影讲陈君玉可能伫爱伊安尼，啊，但是都拢无讲咧，我要急死啊！迄当阵啊，迄个哥伦比亚公司啊，甲陈君玉交代讲，咱即个曲盘吼，或者咱都是要做本地化，有台湾味安尼才好啦，安尼。迄当阵啊，因为土火吸血机的成功啊，所以30地的电影主题曲拢拜托。哥伦比亚曲盘会社替因做，丁武贤老师果然是有实力的啦。伊就作曲台湾的经典民谣《四月望雨》，四季风、月牙树、望春风、有夜花。四季风甲望春风是李仁秋作词的。我有机会甲因的后生开讲。伊讲因老爸啊，迄当阵啊足无用诶，因为30地的主题歌的曲啊，伊也嘛有参与作词，啊，佫顺迄样阵啊嘛发行甲70地的流行歌仔曲啊，啊，迄嘛真济，佫伊爱作词，啊，佫有爱呢，安尼，啊，所以有诶想甲无保身啊，伊有一个上好诶，上好伫阮万里红啊。爱去上好诶啊吼，啊啉着酒安尼，啊闻着上好诶粉味诶吼，啊佫甲牵着手者安尼，灵感就来啊。啊，这是因囝讲话的，无共冤枉啊。
即摆就是讲，大条埕迄当阵啊，有法度啊，支持一个艺术创作啊，迄个有法度过着好诶生活，去一个高消费诶酒家，佫定定记毋到上好，表示讲，即个大条埕即段时间啊，你无看会使去即个天马地房遐去买画转来厝诶，去看戏剧、演歌戏剧，佫有法度听音乐会，像种江文雅较早杨调家有带伫日本遐台湾留学生音乐家转来台湾巡回演出，走即个新诶高尚诶音乐互大家听咧。迄当阵台湾都已经即个人文水准是正悬一个所在啊。佫另外一个即个月夜秀甲即个有夜会，这是周天元做诶。即个自从即个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即个单公剧啊，伊做一年就做走啊，无交代半项就做走啊。所以讲啊，伊即个课啊，即个文化文艺部长啊，就是由周天王起来代替周天王甲爱结婚啊。迄当阵啊，孙孙啊，已经是足出名。伊拄仔讲嘅管这70地嘅流行歌照迄当阵啊，一地流行歌隔壁配合嘅就是9地嘅歌戏嘅剧，所以讲孙孙管70地流行歌，迄个管这个歌戏嘅剧团是无价之数，事业成功啊，但是爱情啊，拢无来啊。但公剧啊，也无讲半句就做走伊好诶朋友啊，叫做爱啊，即摆嘛甲文艺部长结婚伊定定老师迄个丁武业拢会带伊去日本管剧团。伊伫生活中观察讲，老师是个足温柔诶男性gentleman 后甲伊诶人生交代互老师，安尼就足好诶，都甲老师表示爱意啦。老师讲我已经有家后诶人，有家庭诶人迄当阵迄个哥伦比亚公司也是伫工会堂诶对面，都是咱即摆诶中山堂诶对面下班以后，查甫拢过去啉但是咱老师丁武贤拢会转来厝顾囡仔斗洗碗、斗揉涂骹，一个会当交电诶查甫人是个。老师甲讲我无法度，我已经有家庭所以即个孙孙就伫即个台北诶后野就是后车头即个大舞台对面开一间咖啡厅。因为孙孙是音乐人所以音响设备真好佮内面个卖一个可可诶咖啡像即个跳舞时代少年家足爱去啉咖啡除了安尼听音乐以后，啉咖啡嘛会使看到孙孙小姐。孙孙小姐迄当是台湾演艺界第一名，伊伫歌戏界是足出名伫流行歌嘛足出名啦。迄当阵有一个台北帝国大学2年诶学生来遮啉咖啡定定来孙孙走去开讲，两个一个讲句以后，所话题佫会下产生爱意啦。孙孙就决定甲伊诶爱情要交减伊2、3岁，即台北帝国大学2年诶学生即样代志去互家长知就甲因拆破因诶姻缘当然台北帝国大学毕业生以后前途无量阮兜好野人哪会使去带一个搬戏的呢？伊即个孙孙的故事拄好甲伊土火吸血记一个村姑甲一个大学生悲剧的结束共款咱拄仔讲无写诗送囝去学戏，孙孙伫学戏的时阵去互迄个长枪插着伊的目睭伊一蕊目睭失明是斗假的目睭孙孙有自卑感定定要期待迄个爱情会当弥补伊的自卑感迄当阵有一个日本人叫白石先生
加顺顺20几岁啊，逐工来，甲顺顺约安尼。啊，顺顺哦，就是期待爱情啊，就甲接受安尼。3个月后，就甲白石先生结婚。结婚以后，才发现讲，白石先生是一个要食毋讨谈的人。安尼也毋要紧，上晓用的就是白石先生治着海鸡较久，肺癆病。迄当阵海鸡较久也是无在调医的，顺顺嘛请各地医生来遮甲伊治疗，但是无效。白石先生就过身去啊。照迄种风俗啊，顺顺爱煎一粒卵啊，对伊的喙甲鼻甲盖起来，莫互海鸡较久啊，怎走出来？顺顺当代伫甲伊看的时阵啊，想着白石先生啊，对伊遮尔好安尼，怎要甲伊 kiss goodbye，怎对伊的头也甲伊亲一下安尼，渐渐相情啊，怎放声大哭安尼。要放声大哭以前啊，漱一口气啊。都甲白石先生的海鸡脚骨输入去片内面啊，顺顺嘛治着海鸡脚骨啊。1937年，日本甲这中华民国战争，日本当局就讲，即马大家毋好唱这个情歌啦，大家爱唱这情话歌曲啊。情话歌曲会记无？国民党时代啊，嘛捌一段时间叫咱国会使唱情话歌曲。大家袂记的，我唱一个互恁听好无？梅花梅花满天下，会记无？会记咯，会记甲饲一个赞的者啦。顺顺伊就是无法度，伊就唱情歌的人，所以无头路。顺顺最后选的一块曲盘叫做《送君曲》，是李仁秋替伊做的。迄个是日东曲盘会社替伊发现。向怎咱就发现讲，伊的声喉都无遐好，因为海鸡较久的关系啊。顺顺要离开以前啊，有叫人去叫这个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迄个陈君玉来甲伊相识啊。君玉用这个温暖的双手甲顺顺手牵掉安尼顺顺看到这个初恋介意的情人来甲伊面头前足欢喜的啦，就含笑归天啦。迄阵阵顺顺29岁，这个消息传去迄个老师，迄个林武贤迄阵阵走公司走去阮新竹的江南国校伫遐教册，听到顺顺伊的学生顺顺过身，伊就从此不再创作。顺顺过身以后去咧甲天顶的时阵用到台湾发生这个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迄当阵日本人爱叫台湾人，日本无相信台湾人就叫人去做台湾人去做军夫军夫就是去战场遐挖壕沟、挖防空壕，去搬物件，去造卡煮食，互人食安尼，苦工啦。到尾日本战争哪战伊个正规军嘛渐渐无够，爱补充兵员，迄样阵就叫台湾人他毋好做军夫做兵做志愿兵安尼，对二等兵开始做起安怎为了鼓励较侪少年家会当去南洋的战场为天皇效命战死伫南洋就甲即个顺顺真出名的个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改编出快板的即个宣传歌，譬如讲孤夜无伴秋灯的，伊甲伊改做大家为着大日本安尼，即类的当然是唱日本歌啦鼓励大家去前线。顺顺这天顶讲我的歌乃甲改甲翠杂彩、稀丽丽。原来政治嘛会使改变艺术的啦。伫1930年代伫亚洲有一个足出名的歌星叫做李香兰，你知无？
夜来香，即个李香兰唱的歌，你也知影即个人，你甲我试者赞者好无？李香兰。啊，你上海有一个叫做一代妖姬白宫小姐吼，白宫小姐，迄个伊的老师就是咱台湾的作曲家江文雅，江文雅教伊安怎唱歌，啊嘛捌甲伊同期1年外啦吼。啊，江文雅是咱台湾的即个真出名的音乐家，伊要参加德国的奥林匹克音乐大赛，得到头顶的。啊，伊要唱去中国啊，去贡献伊所学的凄惨的结果。还是世界出名的音乐家江文雅。啊，另外有一个叫周璇，你知？周璇大家会记无？周璇好日君再来，就是伊的原唱者啦。周璇小姐，你也捌这周璇？你甲起个赞者好无？周璇小姐。咱台湾有一个叫孙孙小姐，孙孙小姐伊管的曲盘比因三个搁较济，综合起来搁较济啦。啊，伊是台湾迄阵演艺界的好名啦，无法度去甲卖起的人物啦。但是照我调查，大家拢毋知影孙孙这个人。咱台湾是一个袂记咧过去的民族啦，袂记咧过去，都无法度展望未来啊。袂记咧过去的民族，就是无文化的根啊，就敢若水漂的，风吹来就飘去，风吹来怎个飘过来，安尼共款的。民族甲民族嘛有一种比较，有诶较实钱，有诶较拍心。有一天越南的国力甲强起来时，伊要扩大伊的领土，伊要找实钱的，还是拍心的？伊当然是找拍心的台湾啦。因为台湾人讲吼，三马人管嘛是共款的啦。咱台湾人真趣味啊，50岁以下的人，甲祖先留落来1、2000年的文化财产，等去太平洋啊，无要治啊，无要讲。有一天哦，有一天，咱隔壁菲律宾也强起来时阵啊，伊啊要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多数这人哦，讲话就爱搁改啊，改做读苦路迄款话啊。我即马甲咱搁带转去2022年7月30，甲这个时间交互秀婉姊，多谢各位的收听，咱后礼拜拜二再过来坐。迄个占星老师吼，占星老师吼，伊实在真够讲古啦吼。因为我相信伊讲的足侪代志吼，咱有诶拢小可知影，啊，懒懒散散，片片段段，啊，但是吼，伊家己连起来，连做伙，安尼真正真够讲。啊，伊诶内容吼有俗语吼，像我今仔日学着讲。拜天公无相请，啊，嫁查某囝来行大饼吼。啊，伊有俗语，有文化，有人物，有历史，有音乐，有咖啡厅，有餐厅，实在是足精彩，足精彩。你若感觉伊讲精彩吼，你家己拍扑啊吼。啊，咱即马吼，咱开放互逐个问问题吼，你若准讲。有啥物问题，啊，你会使，啊是有啥物你知影关系着即段历史的代志吼，你想要回应一下，你会使举手吼。啊，咱即马我头拄仔有看着迄个 DV 姐吼，DV 教授，恁 DV 教授，因为头拄仔老师有提起杨千和吼，迄就是伊的妈妈。啊，我想敢会当请迄个。DB 姐，你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因为我有看到你留话伫迄个 chat room。歹势啊，我毋免讲话啊，多谢占星老师吼。啊，我头拄仔是补充讲，即个我妈妈咧讲诶，迄个学生咧毕业代表学生是谢师宴啦，吼，毋是去
毕业典礼时，迄阵迄毕业典礼伊拢敢若用因日本人，迄领毕业证书迄拢敢若日本人，所以唯一的一场就是因为拢总就是等于有3个代表嘛就是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一个毕业典礼领毕业证书，一个咧谢师宴的谢师宴的是讲话，所以唯一的一个台湾人。就是阮妈妈咧谢师宴的时、谢师宴的时才讲话，毋是迄落。我头拄仔阁有替逐个拍迄个跳舞时代的歌词安尼互逐个看。头路图就是 Foxtrot， 这嘛是我住在网络才学到的你赞成老师拢讲甲足真足的足好即个山水亭即个。古井人因拢叫伊古井啦就是李景泉井泉啦，李景泉拢讲古井伊有影足慷慨伊所以迄个所在是等于敢若讲文人做迄个所在，尤其是即个台湾文学因咧编辑的是。毋是这台湾文学，我讲毋对，这文学台湾啦迄当时这文学台湾编辑因住遐，定定住遐所以连去遐食饭变敢若是一个真大代志，因为我到尾最近住即个咱的文献顶头有看到写连讲我妈妈伊住喺即个山水亭食饭拢有咧即个日记内底人别人即个南部，但我形容遮丰富讲袂出来。有吴新的吴新英、吴新阳，伊写足多即个日记即马拢做一个文献，无想到讲伊咧顶头还佫有写讲倒一工，我妈妈甲啥人甲吕赫若阮拢讲落甲困遮久拢日本话讲，都要食饭咯所以连这拢有写着，所以迄个所在是有影是真重要的所在。真多谢。多谢 DB 老师DB 教授咱即马阁有一位迄个叫做阿关YA我知影伊是阿关伊嘛有举手，阿关你敢有要回应？阿关还是伊无小心试着嘿anyway 阿关也无回应我毋知影讲我头拄有看到迄个头拄爱加油的。我歹势，我是要多谢老师讲较好的故事。真正是真够广告迄个吴医师你敢要回应？单蕊。因为我头拄有看老师足注意的听。无想着讲赞成老师遮尔贤广告我嫌伊讲若伫迄个无啥时代的电影，伊可能会做变书啦我是安尼咧想。变书对其实为赞成讲的遮要来写做台湾文学是他一个写起来安尼尔啦，伊这实在是已经是文学的水准啦，台湾文学的水准来使讲可能希望赞成以后会当写我台湾文学啦，毋是干那用讲的遮物件甲留落来，实在讲了真，我相信大家拢听甲耳仔泡泡。多谢你多谢赞成。谢老师，你知搞广告的人无需要用 PowerPoint 你甲安尼讲就会使我即满阁有看到举手的有迄个住伫迄个 Boston 的阿香阿香先问了后，咱互信涵老师问阿香。拄我听即个李先生咧介绍即个顺有几落摆讲到迄个陈君玉
将军玉做词啥，阮较无啥熟悉，你会使小可介绍即个人的背景无？好，安尼迄个拜托，迄个老师准备一个较点仔回答吼。啊，我头拄仔敢是看着信涵老师嘛举手，信涵老师伊头拄仔，你敢有要问敢有要回应嘿？信涵老师，你无开麦句哦。我阁无听到你的声，毋知敢是因为你的earphone，你甲earphone摕出来，可能会较好势。安尼有听到声啦吼？安尼有，歹嘿。势设备的问题，歹势。迄啥，迄个无啦，我要讲啊吼，我听赞成老师今仔日听伊安尼规场讲起来吼，感觉哎哟有够精彩的安尼啦。真诶，这足够讲故事诶。我想起啊吼，细汉诶时去听迄个五月天广告诶迄个感觉。啊，当然啦，迄是完全无共款诶风格啦吼。赞成老师跟斯文嘛，啊五月天是算武场诶，啊武场诶吼，就会较有迄种江湖诶气口安尼。啊，赞成老师是真斯文，就是读册人诶迄种气口安尼。啊，毋过啊吼，这故事啊吼，拢介够讲啦。其实啊吼，我感觉台即几年咧推迄个在地啦吼，像讲台中啊吼，就会塞台中学。吼，就是学台中有关系物件嘛，阮台中啊，像迄个台北就有台北学啊，吼，就是每一个县市拢咧塞伊家己的认知啦，吼。啊，我感觉像即种个故事啦，确实是像他拄仔迄个吴医师讲的共款，你若有法度甲伊变成讲你讲过我来听的内容，因为你讲过我来听，其实我即个休热去外面迄个甲遐个老师上课的时，我拢甲因推荐讲啊吼，爱听你的你讲过我来听的 podcast 啦吼，因为短短啊嘛10几分钟嘛吼，迄个啥感觉讲甲足精彩，迄台湾在地的故事安尼，吼所以我有甲推荐啊，就是若有机会啦，未来会当甲即个卡本啊吼，真正甲变成一本册来出版安尼吼，迄个一本册来出版，安尼人若要当作朗读的文章也好，上好，毋是干那出版尔，阁有连结声音，就是讲你迄个册内底啊吼，册内底你迄个文字过了以后，阁有一个 QR code，互人扫入去，就会当有你的迄个声音嘛，因为你 podcast 拢已经录好啊嘛吼，你就甲用出成一本册安尼，我感觉安尼啊吼。会介精彩咧，吼，真正会介精彩，而且老师若上课要用的时啊，吼，伊嘛会当甲你的即个物件直接摕去上课的时放互学生听咧，吼，伊有一个物件好参考嘛，因为迄故事讲了，迄真正是在地的故事啦，吼，我真爱听即种甲历史有关系的小故事安尼，像阮台中嘛有一寡真趣味的故事，临江，因为阮台中嘛，吼，临江若有机会再甲大家分享啦，吼，就是。总讲一句就是赞啦，吼，这个节目真正赞，吼，请你爱继续啦，吼，继续讲故事安尼，吼，最后甲伊集成册来出版安尼，赞。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小信涵老师吼，我头拄仔先看到武平吼，武平就是迄个你讲过我来听吼，即个伊是安那？伊是负责人吼经理。武平讲吼，已经有文稿啦。伊讲每一篇的下骹其实有文稿吼，可能有文稿，但是迄个信涵老师是讲，到时会当制作册来出版吼。咱即马个我想可能梁光遐要回应，但是梁光遐要回应之前，我敢会当请迄个占星老师回答头拄仔 Boston 想问迄个问题，小可介绍陈君玉是无？敢是陈君玉？陈君玉吼，陈君玉伊算是自学的啦吼，细汉嘛是艰苦人，伊自学。伊有创作啦吼，创作伊是较晚期吼，较成年以后吼，较大以后才开始写作出名起来安尼吼。伊天生有经营的才能啦吼，伊就是甲即个哥伦比亚迄个出版会社甲伊参起来安尼吼，因为一帮人遐大行，有一个总经理落去handle落啦吼，就是陈君玉创起来。伊做一年以后先，上主要原理就叫别个迄个出版会社去甲伊叫去啦，叫去北大遐安尼吼。
连续伊有差不多有去3个公司去上班安尼伊大部分拢是以经营者伊较注重，伊会较成功，就是讲，甲迄个声音的即个事业啊，甲伊经营者较好势者安尼啦。我所知是安尼，伊伫历史内面真紧就过去安尼要找伊的资料，找较无遐济啦安尼伊较纯纯的意爱嘛是即个，我即摆讲即个故事真重要的一段情节啦上好就是讲有情有义啦即个要过身以前，搁去甲顺顺过遍即段时间即段历史我听起来嘛真感动啦，大家毋知有同感啊无？多谢振翔老师我相信大家拢感觉你讲的故事真好听我家己感觉今仔日老师来广告，阁有一个价单就是由头到尾伊拢用台语讲因为阮最近嘛有听一寡迄个少年的教授还是学者伊要来讲大稻埕是过去的故事伊一开始就讲我无办法用台语讲我会用华语讲但是我会念一寡台语，但是我感觉头拄仔老师从头到尾拢用台语讲，我相信咱逐个嘛拢听有，无可能讲有人讲老师讲的我听无因逐个是拢听有。即马我有看到潘美伫举手，但是迄个龙光兄，你敢有要先回应？真多谢赞成老师安尼临时安尼足几工的时间拢无准备安尼讲遮尔精彩本来今仔日是邀请迄个一个洪国雄先生，伊要来讲用台语来导咱美术展伊拄可能毋知是啥款原因伊讲伊袂当出席就总啊请即个秀万姐去邀请即个赞成老师一个就同意真正多谢。今仔日我听你的演讲，互我学足侪台语词啦佮你讲的迄个宜兰腔佮讲安尼真好听啦我听伊讲足侪遮个伟大的遮个文学家因咧创作的时阵，有时是先用录音的先用讲的讲的较落来写落来所以我想你这是天生的文学家今仔日我想你无 PowerPoint 嘛无稿按头到尾讲点偌钟拢讲一寡真细节听起来佫真有条理安尼遮好的故事所以应该是你是辩士啦天生的一个辩士甲你说多谢多谢，多谢无去嫌无去嫌。OK，多谢龙光兄咱即马迄个美智姐，你敢是有举手？有啦。有影啦，你先是你咧讲这我嘛学到真侪句话啦讲到这一个可能特别社团的台湾的历史真感谢。我妈妈是大稻埕的人啦，伊出生伫咧即个南街啦，南街即马都号做德化街嘛南街就是真出名的即个南北会，敢若即马你去看足不得了的啦！我捌去看迄鱼市按真细片一直到足大片拢有，啥物都有啦。伊南北会有影是足出名的，古早是布店啦，布店甲地销阮外公就是一间大间布店嘛，批发的啦。所以我知影讲南街即马是德化街，是南北会的足大的所在第二点我是听到你咧讲这台北城门的建设我最近有差不多2-3年前，我摕到一本册是叫做杜克华教授写的，伊写台湾的按古迹发展历史这本册
内底第一种就是在讲即个树林的判处吼，就是阮兜啦吼。迄落内底有讲到即个北门的建设，北门的建设吼，伊有提起14个即个省工总理啦吼，迄就是14个人捐上侪钱的人啦吼，落去建设啦吼。迄阵诶台湾吼。有若要建设一个物件无钱，政府无够钱，就有一款叫做派官啦。派官就是甲你派讲指定讲啥人都爱捐偌济钱啊。搁一款搁一款叫做派捐甲款官啦，款，甲你款。你讲爱捐偌济啦吼，迄都在你啊。若是派官，就一定爱偌济钱啦吼。即个14位的即个总理吼，建城总理内底头一名就是林本源家的即个林委员啦。第二名就判处的即个潘胜清啦，吼。搁刷落足济，毋就14个嘛吼。搁刷落搁一个潘庆清啦。这就是我家己的阿公啦，阿祖。哦，所以我即内底甲看，我毋知影倒一个是李春生因兜的人啊。所以所以即个记载是真清楚的。即个记载吼，即个杜克华博士，即个教授吼，伊是去取即个叫做《台湾管事纪事》即本册内底 quote 出来啦，吼。安尼啦，我是讲有看到即两项，即历史的记载，甲你请教一下安尼啦，吼。以上。对，迄个郑轩老师敢有要回应，是等一下。潘先生、潘立中吼，甲我也是好朋友吼。我嘛有伫谈，伊即马迄个潘先生因迄祖厝吼。迄个变做迄款历史的古迹啊，安尼可见就是讲哦，迄人阵连财务吼足好诶，起一间足好诶厝安尼。照迄人阵伊诶财务诶力量吼，已经比李存先较济啊。因为李存先迄阵才1000万块尔啦吼。迄个林本源咧讲，我有看资料是讲1亿2千万块。所以两个差距真济，反正李存兴排14个啊嘛，排无入去名，我有感觉吼。我特别要搁讲拄仔迄个你伫讲迄个伫阮迄个南街吼，南街乡村迄个有一个过雪湖做一北迄个交彩画叫做南街引进啊，就是讲大稻埕诶城隍庙。迄个中原普渡下款城隍啦，伊迄是对倒位？伊是对北门迄个角度看入去大稻埕下款看入去城隍庙，搁看沿路的楼仔厝吼，伊即个戏剧性的，甲迄个楼仔厝搁加头7层啦吼，过雪路共搭的，家己收的啦，头关起来，旗仔一直飘扬安尼哦，足闹热的一个所在，南街引进。南街引进日本话，引进是日本话啦，就讲真闹热、真佳雅意思啊。七北道即马囥咧台北市立美术馆，是因的镇馆之宝吼。即那个顺便甲大家绍介。多谢老师吼。其实吼，最近我嘛搁一出电影，几若当前做演过的电影。迄出电影就叫做《大稻埕》，我感觉真趣味。所以恁若准有兴趣，恁会使去 YouTube 找大稻埕即出电影来看。伊就是紫色大稻埕。紫色大稻埕是连续戏，连续戏咧讲话家，但是即出电影就是敢若叫做大稻埕。伊的时空的转换，感觉真趣味，是迄个诸葛亮做的。趣味啦，嘿，感觉真好笑。其实嘛，我感觉真有创意啦，是迄个叶天伦甲伊的小妹吼，因做叶天伦紫色大稻埕嘛是伊，
啊，伊嘛是大稻埕诶人吼，伊做足侪电影拢是甲大稻埕有关系。啊，因为叶天伦拄仔是阮八米酒妇女会前会长叶明霞伊诶外家啦吼，啊，所以阮拢有经过伊诶介绍看遮诶电影，啊，所以至少大稻埕真好看，啊，大稻埕即出电影嘛袂歹看。啊，我感觉头拄仔老师咧广告吼，我感觉伊虽然无用 PowerPoint，但是我感觉伊咧广告有画面啊。我感觉有一个画面就是安那，我听着一个足久，我细汉听的话，啊，我即马足久无听过，就是对看。因为咱即马拢讲或者相亲，啊，其实咱古早咱细汉是讲是对看。啊，伊头拄仔讲的伫普雷罗迄个餐厅，啊，有安尼避暑的男女，啊，坐对面，啊边仔佫有一个欧巴桑一直咧讲话，伊讲这就是典型的对看。啊，你会当想即个画面吼，真趣味。OK， 我即马佫有看到 DBZ， 你敢是佫举手？头一遍是本来无举手啦吼，啊，即遍吼我是回应迄个潘美嬋吼。你头拄仔讲，毋知影李春生诶后代是倒一个吼？你讲诶迄个名单内底，我实际上是伫即个网络吼，有去看到李春生诶即个因家族诶即个家谱吼。啊，所以顶头伊诶子孙仔拢有列出来啦，嘿。啊，我吼嘛是为遐才较清楚，就是假算讲我诶大表哥诶太太，就是即个李春生吼，第三囝诶上大查某孙孙仔啦吼，所以嘛是住迄个迄个家谱顶头去看到诶，所以若要查是可能有，抑佫有法度查到迄代安尼吼。啊，即个阿香咧问讲，即个陈君玉吼，我嘛是拢在网络顶头看着，伊敢若因为家庭背景无好，所以本来真早就讲学校就读无煞吼。啊，伊是因为咧即个工作做即个出版社即个扣字工人啦，吼，啊，才渐渐才去接触到即个敢若讲文字方面诶，才搁去读啥，啊，才后日仔才变写诶诗啦。啊，伊诶诗就是讲，甲当时较无同，就是敢若较平民化，较安尼，才较会流行吼。啊，我有一点想讲要请教李占星老师吼，因为即个你讲即个跳舞时代卖到咱讲几6万外片吼，吼，迄是真大。迄是桃花吸血哦，鬼。讲毋对哦，是嘞吼，啊，安尼吼，我嘛是毋知影讲有影是遐尔侪几万安尼吼，因为听讲啦吼，因为另外一个节目我迄阵有听过，就是讲迄当时敢若歌词本身吼，就有另外咧卖啦。吼，敢若人就敢若要买歌词听播送咧学迄个歌，所以即个咧算讲卖偌济拄偌济，毋知是正经是迄个曲盘本身卖遐尔济片，也是包括敢若讲去订单着连即个卖歌词诶即款也拢去算着啊。吼，即点我是小可毋知影，无清楚。尤其我头拄仔因为听了访问，想讲是咧讲跳舞时代，所以即桃花即片是可能搁较迄个请赢，所以无的确是有影卖到6万几片，但是迄有影是真大诶数字，嘿。即个顺顺吼，有影是真无彩，才抑搁遐少年就过身吼。啊，虽然讲即个陈君玉伊暗恋顺顺，但是结果顺顺伊诶心肝，伊实在是爱别人嘛吼。顺顺就是爱伊诶唱歌诶老师，所以即个复杂诶即个三角诶关系，一个爱即个，一个爱别个，所以造成即款诶悲剧咯。啊，种种我本来咧。李占星老师咧讲起即个送款即个题目，吼，咧阮遮邀请来演讲啊，我嘛有听到吼，迄当时我也是也有提出，就是讲对即个跳舞时代会遮尔大流行的即个时代背景吼，嘛是感觉讲是一个会用来讨论的
一个重点啦，吼。因为真侪，敢若甲我同背景的人吼，老实讲，实在是对即个跳舞时代即曲无熟悉。虽然讲厝内嘛是有曲音机吼，所以是啥物款的人咧吼听即曲啊，遮尔流行啊？为什么会变造成遮尔大的一个运动？啊，我想讲，这甲过去咱即个时代背景吼，拄拄啊。也有即个烟草工厂咯，吼，叫种种的即个查某人行出家庭啊，但是做女工啦，吼，各投入真侪即款的工作的劳工吼，所以即个是一方面要互解脱即个妇女的即个运动，但是嘛是拄拄啊符合着，就是要爱用查某人的即个劳动力啦，吼，要互因投入即个劳工的社会，对即个社会出时间吼，就真有关系啊，所以出来变做互所谓的文明女啊咧，要爱自由恋爱，拄啥物，都是脱离。古早讲新妇仔咯，即款的家庭的束缚啊，出来做女工啥，即款的即个阶段，即若要讲社会倒一个站，可能是流行是咧即站的人安尼生啦。这是我咧想讲，总是对即个时代背景来讨论，可能嘛是一个真重要的话题啦。吼，即个题目可能嘛会使转对向一边。啊，即个哥伦比亚，迄当时敢若是讲，或者哥伦比亚是写米啦，吼，毋是写比啊，安尼吼，来哥伦安怎讲？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就是古早的古啦，哥伦比，吼，因是写米。伊的英文是哥伦比亚啦。对，嘿，好，多谢嘿。好，多谢 DV 姐吼，咱即马阁有两位举手吼，啊，顶下无定迄个振兴老师啊，总有要回应，等候两位举手，两位问了，咱会使做伙回应吼。啊，第一位是 Margaret，Margaret 敢是非主？对，你敢？嘿 ，OK。我讲拄爱讲李春生的代志吼，啊，其实咱会中老师吼。因拢是伊通清楚啦，啊，伊若会当加减，甲咱有若利用这个机会，互咱了解吼，因即个当时即个大球场，佮尤其是因李春生算是因真悬的因兜的啦，所以毋知会中老师有想要表示，甲咱介绍一下，因为我袂使黑白讲一下，嘿。我嘛袂使黑白讲者。OK， 会中啥你讲嘿？李春生是我阿嬷的阿公，吼，所以是我的太祖。我想我知影的嘛是真有限吼，无得较有比逐个加太侪啦吼。我会当讲的可能是讲，我所了解的李春生，因为伊伫厦门时代有缀即个西洋的传教士，有全信仰即个基督教，所以我想伊虽然后来可能一时因为即个地休的成立，有可能累积袂少的财富，总是伊亲像伊的信仰，就是看世间的财富如粪土，所以伊捐出真侪的钱。所以台湾有真侪所在教会是伊所捐献的吼，大道场教会当然是，另外即个咱大家拢知影，伫教育部边立法院边迄个济南教会，迄教会土地起造拢是伊捐献的吼，佫有其他的所在啦。所以即部分是我有了解的吼。另外是伊本来伫厦门的时阵，厝内是宋乡的，所以伊本身无受真悬的教育，伊是自学，吼，就是拢家己去学习的。所以伫厦门的时阵，伊就缀即个西洋的即个做生理的人，也是宣教师，
伊就开始真拍拼，有家己学英文啦，吼。后来到台湾了，当然伊有做即个买办嘛，吼，有较即个生理人做伙做一寡生理详时伊后来对伊的后代的教育也不止重视，厝内有即个家己的书学吼，有请即个清代的即个状元吼，咧厝内咧教伊的后代，所以我的阿嬷自细汉有受着真好的即个汉学啦，当然后来大汉嘛有伫英文方面，若要讲起来，迄一代的人会当有安尼的学习机会。是真难得的对啊吼。我的阿嬷嘛有伫即个连横吼的即个册内面有提起我阿嬷嘛是迄当时的即个台湾迄一代的女的诗人吼。阮阿嬷有几若千首的诗，我嘛顶遍何信涵老师办即个台语的演习的时阵，有带阮逐个去到即个中华即个姚家门骹青玉做因的即个台语的即个迄是算啥园地是哦？创意园区啦，创意园区。台语的即个一个园区，了后，佫有带阮去即个中华一个，敢若是叫做台湾文学馆是无？可能何老师上清楚吼。伫迄个文学馆的中间，我足意外去看着讲，遐有一个台湾先辈的即个诗集，拢总有几若十个人中间，我看着阮阿嬷的诗集吼，去互即个实在是阮阿嬷过身的时阵，阿公有将阿嬷的诗交互阮，我甲我的姐姐有甲整理，伫迄当时阮有甲出版包括阮是干若要安怎讲，就是讲干若送互亲情朋友，逐个做纪念。无意外伫即几年台湾有较济的即个台文研究所等等吼，东吴大学有一个教授去看着阮阿嬷的诗集，全对阮阿嬷的诗有做一寡研究，后来有将就是伊研究了，甲阮阿嬷本来阮出版的诗集，佫重新整理。即马就我看到就是伫迄个台湾先辈诗集内面的中间的一本安尼啦吼。我对李春生的了解，老实讲，差不多是到阮阿嬷拢过身我回头看才佫慢慢去甲认捌，特别是即几年台湾有足侪人咧研究李春生嘛吼，所以我看到真侪有关伊的册我嘛拢若看着，拢甲买转来读。才知影讲原来咱的先人嘛捌安尼做真侪真有意义的代志伊对即个汉学对基督教信仰的比较伊佫受到即个日本伫台湾的总督的邀请，去日本60日的即个旅行，有写一个游记东游60天的游记等等感觉真有意思啦，就是感觉讲咱若愈去了解咱先辈所经过实在要安怎讲加对过去的了解，嘛会当帮助台湾人思考咱的未来啦。我就简单安尼讲，多谢。社会中因为咱即摆伫要12点嘛，咱最后有2个野唱一个是龙光兄，一样是赞成老师伊要回应所以咱就最后2位了后即摆请龙光兄。我是要问，其实我是要问有关迄个李春生的问题啦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若咧号教会名，通常是拢号迄个所在名、地区的名但是有几个例外，其中就是一间叫做李春生纪念教会所以咱会当知影讲李春生可能迄当时对台湾长老教会有诚大的贡献，所以大家想讲，咱来甲号伊用伊的名来去纪念教会。我另外佫一点，我介生捌读着讲李春生介生是咱台湾的第一个铁学博士，敢是？伊佫是提倡即个台湾的白话文运动，比乌色佫早7冬啦，
所以伊应该毋是铁壳博士啦，嘿，是不过是即马有人研究伊了，有甲封做讲伊是台湾第一个铁学家，安尼我有看到一本册安尼，台湾第一哲学家是安尼甲尊称安尼。所以是算讲迄个伊无 PhD 的伊无即落正式的迄个学历啦，吼，是人即马研究伊所写的著作，吼，就是讲才互伊即个尊称安尼。你拄讲的李春生教会，颠倒是长老教会设立的，毋是李春生奉献的，还是讲伊创建的？毋是，伊奉献的是大稻埕教会，吼，嘛是伫大稻埕迄个所在，嘿。咱搁一项就是讲，因为我拄好有一个朋友进前伫李春生教会做牧师，吼，罗龙斌牧师，所以我知影讲李春生教会内面有一个敢若展览室，吼，有真侪有关李春生的记录较资料，所以若真正有兴趣的人去到大稻埕，迄个买物件，是讲去遐踅街吼，会当弯去李春生教会参观。多谢。你敢知影讲迄当时因小会记录是用啥物款文字写的？伊若讲伊毋知保持到日本时代可能拢是用罗马字啦，拢用白话字写的嘛。白话字，因为我家己阿公是淡水教会吼，淡水已经真水的红砖教会。我阿公就是我拄讲阿嬷吼，李春生的查某孙，我阿嬷的先生嘛吼，就是我阿公吼，淡水教会做33年的牧师。吼，是为日本时代跨越到国民时代啦，吼，所以若我会了解日本时代迄阵是用罗马字。我是拄啊趁即个机会，我是捌听过我的兄哥吼，迄个梁伟吼，伊咧讲，若长老教会迄阵若讲有两同齐有汉字含白话字的即个记录吼，若意思无共的时阵吼，爱用白话字做主啦。有，这真有可能，呀。长老会当讲是保持台语真重要的一个单位啊。对，所以这变做讲即马若讲要讲吼，迄个要来推论讲即个白话字是毋是有法律效果吼？我假使讲古早时代捌有人讲用白话字写一个地契吼，这敢有要承认？这嘛是咱会当想的问题。另外我搁一个吼。一个是问题嚟讲，你敢捌一个叫做李克廉？知影，作曲家。李超然、李克廉，因是兄弟嘛。李超然是台北仁济病院的院长，当然伊已经过身啦吼。克廉嘛已经过身啦，克廉是作曲家。对。伊伫加州，是。所以伊洛杉矶的时，我加减有虾米有虾米交陪啦吼。是。我知伊是。可能台湾人去读迄个伫迄个 Boston 迄个 School of Berkeley 的款，专门咧做 jazz 的迄个是。伊其实伊写足侪迄个台语吼的歌啦，对。他用 jazz 的迄款迄个 style 吼。对。改成是伊上出名的条歌，迄个保利达批吼，广告曲是伊写。是，伊将真侪台语的歌谣吼，用jazz的风格来甲编曲。是，若照伊咧讲吼，要写jazz这比古典的搁较困难。你写jazz这人对古典的这乐理拢足清楚啊，拢真有研究。是讲jazz种音乐吼，讲变做足民主啦。是。迄较古典的是拢足 structure 吼，是。迄种的音乐，所以对学习诚济可惜，伊就过身去啊吼。是。伊的作品讲伊的音乐吼，迄种颠倒较少人，大家拢较爱即个萧太人迄种的较。无共款，因是无共款 style 的composer。你拄讲着李克仁吼，伊有将马街的迄个。最后会徛过迄首诗，伊嘛有写做一个是较亲像圣诗的版本，嘛真好听。大家会当伫 YouTube 找李克然吼，李克然
最后会徛家，逐个嘛会当去欣赏。多谢，我也是要问遮有关即个李春生甲伊后代的故事安尼尔吼。真正就是讲伊即个李春生纪念教会，毋是讲伊后代甲伊迄个设立的是长老教会，吼，为着要纪念伊的贡献，甲伊建立。迄是足少的例啦，因为普通传统是爱用即个地所在的名吼。对。来起教会安尼来名教会啦吼。多谢迄个会长这甲迄个梁光遐的补充吼，互咱搁加捌真济吼。迄个伫迄个赞星老师要回应做最后回应进前吼，我头壳有看到拉米举手，拉米你即马敢还阁有要问问题？拉米是一个画家吼。对啊，伊含你可能介先共教会，伊比我较知啊。对。我无问题啦，我是讲，迄个林茂生才是咱台湾第一位的迄个铁学博士啊，吼。迄是铁学博士对。迄个咱头拄咧讲迄个李春生吼先生的后代吼，李逵来，过来就是因囝李丽萍吼，伊即摆嘛是博士啦，所以因有真好的即个传承安尼吼。对，信仰的传承对。对。咱咪这啦吼，咱咪是一个画家，伊的图足水的嘿。阮妇女会做爱用伊的图去做 scarf 吼，做丝巾嘿。迄个最后咱请赞星老师来做一个回应，好无？多谢各位大家阮指教吼。迄个李春生，阮嘛有甲伊收入去阮的故事内面。阮虽然讲伊的题目是甲号做台湾地叶之父，但是阮一直甲行对讲伊对这宗教的贡献，甲铁学吼，伊创作一寡册，铁学册影响着台湾人啊。阮用这点吼来甲伊做人生的一个解说安尼。我主要是讲跳舞时代吼，跳舞时代是一块歌尔。但是通常咱讲跳舞时代是1930年甲1940年这中间的一个时代，一个迎接新的时代来临啦吼。大家一个期待，一个快乐的心情吼。咱迄个时代甲外国比起来是拢无输人，咱阁赢人安尼吼。一个人文足丰富的一段时间啦吼。真可惜是讲。战争以后，就开始衰微去啊！衰落去，国民政府来，即小可有一点土包政府啊，就甲遮个文化拢甲伊清散安尼。就是要甲即个时代甲伊呈现出来安尼。就是用甲别个人共款，用跳舞时代来学录即段就是 good old time 迄个情形啦吼。真多谢今日遐侪人来遮吼，69个还阁无人走，多谢。头骨上济时阵有超过70个啊吼，真多谢迄个赞星老师，伊今仔日吼头骨梁光遐讲的，伊是救援投手啦吼，因为咱今仔本来是安排洪国雄老师伊要来做迄个美术的导览，包括伊本身洪国雄老师伊嘛不时带队吼，导览大场亭吼，伊是亲身带人去看迄个大场亭。因为伊今仔临时袂当来，所以咱拜托赞星老师来救援吼。其实迄个梁光遐讲伊3-4日的时间准备，其实毋是啦。赞星老师随时拢嘛有咧准备，伊随时就是拢咧广告，所以吼你也随时请伊广告，伊拢有物件通讲吼。尤其伊捌伫迄个 DC 吼，老人会嘛，调工有请伊讲过相关的题目吼。所以伊真够广告，大家记诶。以后需要救援投手，找伊就对啊啦吼。咱先煞做一个后礼拜的预告。咱后礼拜吼有迄个绘本的作家，绘本就是讲画册互囡仔看，有图，有迄个有短短的文章吼。咱有4本绘本的作家，
作者拢要做伙来讲，因为后礼拜就是咱每个月第1礼拜的文学欣赏会，足精彩，因为有4个作者，即4个作者吼，拢足够画，相信即个嘛值得咱来认捌伊即个画本吼，希望逐个后礼拜咱搁线顶见面。咱今仔日的节目就到遮吼，你若准讲有兴趣要留落来小可开讲嘛会使，咱正式的节目就到遮，恁会使也要离开的人拢会使，多谢大家，多谢。迄个